大家好啊，我係鄭醫師，歡迎嚟到我哋嘅中醫藥世界啦。我哋呢個頻道就會介紹唔同嘅中藥功效、藥膳食療及副作用等等。訂閱咗我哋咧，就可以最快知道所有中藥嘅功效啦。另外講解中藥之前，賣少少廣告啊。咁如果喺香港準備想裝修又唔想爛尾或者中伏咧，可以揾 Easy House 噶。佢哋過往完成超過4000個裝修，可以去佢哋網站睇睇，案例拍晒片、拍晒 VR。我屋企咧都係經佢哋完成噶，資料欄放咗佢哋嘅連結。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味好有用嘅草藥覆盆子。可能有啲朋友對佢嘅名唔係好熟悉，但其實覆盆子喺中醫藥裏面有住悠久嘅歷史同廣泛嘅應用。佢嘅果實酸甜可口啦，除咗可以直接食啦，仲可以入藥噶，對身體有好多益處啊嘛。今日就同大家詳細講下覆盆子嘅品種來源、性味歸經、功效主治，仲會介紹4個簡單易做嘅藥膳食療同佢哋嘅煮法，最後都會講下佢嘅副作用同邊類人唔適宜食用。首先講下覆盆子嘅品種來源。覆盆子係玻維科魚鈎子屬嘅落葉灌木植物，佢嘅學名係 Rubus chinihue， 亦有好多別稱，好似覆盆、烏陀子、小托盤等等。覆盆子嘅起源咧，可以追溯到好耐之前咧，喺我國古代嘅好多本草典籍裏面都有記載。喺我國覆盆子嘅分布範圍都幾廣，主要分布喺江蘇、浙江、安徽、福建、江西、廣西、貴州等地。佢哋多數生長喺低海拔至中海拔嘅地區，好似山坡、路邊嘅楊柱或者陰柱嘅灌木叢中都好常見。覆盆子嘅植株一般高一啲5到3米，枝細細地，上面有皮刺，但係冇毛。佢嘅葉係單葉，近似圓形，直徑大概4到9厘米，兩面淨係沿住葉脈，有啲油毛或者幾乎冇毛。基部呈心形，邊緣有獎狀5心裂，有時候亦會有3或者7裂。裂片係橢圓形或者鱗狀卵形，頂端慢慢變尖，基部變窄。頂身嘅裂片同側身嘅裂片長度差唔多，或者稍為長啲，有重鋸齒，有獎狀5米。葉柄長2到4厘米，有啲微微嘅油毛或者冇毛，疏疏地生住啲小皮刺，托葉呈線狀披針形。覆盆子係單花夜生，直徑2.5到4厘米，花梗長2到3.5、4厘米。冇毛，萼筒嘅毛比較稀疏或者幾乎冇毛。萼片係卵形或者卵狀長圓形，頂端有突尖頭，外邊密密地備住短油毛。花瓣係橢圓形或者卵狀像圓形，白色，頂端圓鈍，長1到1.5厘米，寬0.7到1.2厘米。紅蕊有好多花絲寬扁，雌蕊亦都有好多有油毛。果實近似球形，紅色，直徑1.5到2厘米。密密咁備住灰白色油毛，核有皺紋。花期喺3到4月，果期喺5到6月。我哋平時入藥嘅主要係佢嘅乾燥果實，一般係喺夏初果實由綠變綠黃嘅時候採收，之後經過處理曬乾或者烘乾就可以入藥啦。跟住嚟講下覆盆子嘅性味歸經。覆盆子味甘微酸性溫，歸肝腎膀胱經。甘味有補益嘅作用，酸味可以收斂，性溫能夠散寒溫煢。歸肝腎經就表明佢對肝腎功能嘅調理有幫助，而入膀胱經則同膀胱嘅功能相關，特別係同尿液嘅排泄等方面有關。呢種性味歸經嘅特點，決定咗覆盆子嘅功效同應用。講到覆盆子嘅功效，主要有益腎固精縮療、養肝明目。先講益腎固精縮療呢方面，由於覆盆子味甘酸，性微溫，入腎經，佢既有補益嘅作用，又有收斂嘅作用。佢可以補五臟之氣，從而益腎中精氣，同時收斂被耗散嘅五臟之氣，生出腎精，標本兼治。所以對於腎虛不固攝所導致嘅夢遺或精、遺尿、尿頻、陽痿早泄、不孕等等嘅症狀，都有唔錯嘅改善效果。再講養肝明目。覆盆子嘅甘酸之味能夠化生陰液，又入肝腎經，所以有益肝腎明目嘅功效。對於肝腎不足所引起嘅目暗不明、視物昏花等症狀有治療作用。如果長期服用嘅話，仲可以改善視力添。再講講覆盆子嘅主治病症。覆盆子主要用於治療遺精或精、遺尿尿頻、陽痿早泄、目暗昏花等等。如果係治遺精早泄、陽痿不育等問題，成日會同枸杞子、曹絲子、五味子等藥材一齊用，好似五子顯中丸就係咁嘅配伍。如果係治療瞓着嘅時候尿液不受控制排出或者尿頻嘅情況，就經常會同桑檀、益智仁、芡實等藥材配伍使用。對於肝腎不足、目暗不明、視物昏花等症狀，可以單用覆盆子或者同當歸、制何首烏、固絲子等藥材一齊用。
好似益士粒粒就係呢樣嘅配方。除咗入藥，覆盆子仲可以用嚟製作好多美味又有益嘅藥膳食療。下面就介紹4個簡單易做嘅食療方同佢哋嘅煮法。第一個係覆盆子粥。材料有覆盆子15克、大米100克、冰糖適量。做法係淡嘅，先將大米淘洗乾淨，放入鍋中，加入適量嘅清水，用大火燒開之後，轉用小火煮到米粥濃稠。然後咧，將覆盆子洗淨，放入鍋中，再煮5到10分鐘，最後加入冰糖調味就得啦。呢款粥咧有益腎固精、養肝明目嘅功效，好適合腎虛為精、為尿尿頻、事物分花嘅人食用。第二個係覆盆子燉雞。材料包括覆盆子20克、雞肉250克、生薑3片、蔥段適量、料酒鹽少少。做法係先將雞肉洗淨切塊，飛水之後撈起，將雞肉、覆盆子、生薑、蔥段、料酒放入燉鍋中，加入適量嘅清水，用大火燒開之後，轉用小火燉一啲5到2小時，最後加入鹽調味。呢道菜有補腎固精、益氣養血嘅功效，適合腎虛體弱、陽痿早泄嘅人食用。第三個係覆盆子蜂蜜水，材料有新鮮覆盆子30克，蜂蜜適量。先將覆盆子洗淨，放返澡杯，用開水沖泡，焗10到15分鐘，等水溫稍微降啲之後，加入蜂蜜調味就得啦。呢款飲品有養肝明目、潤腸通便嘅功效，適合經常用眼、便秘嘅人飲用。第四個係覆盆子酸奶杯。材料有覆盆子15克、酸奶150克、燕麥片適量。做法好簡單，先喺杯子底部鋪一層燕麥片，然後鋪一層酸奶，再放一層覆盆子，跟住再鋪一層燕麥片、一層酸奶，最後將剩餘嘅覆盆子鋪喺最上邊就得啦。呢個酸奶杯口感豐富，有補腎固精、促進消化嘅功效，好適合做早餐或者下晝茶。雖然覆盆子有好多好處，但係都有啲副作用同唔適宜食用嘅人群要注意。覆盆子性溫，過量食用嘅話，有可能會導致上火，出現咽喉腫痛、牙呢腫痛、口乾舌燥等症狀。而且由於佢有收斂作用，脾胃虛弱、消化不良、大便秘結嘅人都唔適宜多吃。另外，孕婦同哺乳期嘅婦女都要謹慎食用覆盆子，因為目前關於覆盆子對胎兒同 BB 嘅影響仲未有足夠嘅研究。為咗安全起見，最好先諮詢醫生嘅意見。好啦，今日關於覆盆子嘅介紹就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通過呢個視頻對覆盆子有更深入嘅認識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不妨試下用覆盆子製作啲食療，為自己同家人嘅健康加分。多謝大家收睇。